如果咧你考慮緊讀唔讀 master 咧，你睇下係咪因為以下呢5個原因。如果係因為以下呢5個原因咧，我覺得讀咧係可取同埋值得嘅。如果唔係咧，就要三思啦。第一個原因咧就係你想轉行，而你想有一個入場嘅券去幫你容易啲入到嗰行嘅。例如你本身咧係讀 business 底，但其實你嚟緊想轉入嗰行咧係真係想做 data science 有關嘅嘢。咁你呢一個情況下咧，讀一個 data science 嘅 master 咧，會係相對令你容易啲有張入場券去接觸個科，因為你 CV 會話到俾人聽啊，你有相關嘅興趣同埋一個少少嘅 education background。咁而第二個附帶嘅原因咧，就係有啲科咧，的確係要專科或者你要有啲比較專業啲嘅學歷咧，先可以做得到嘅。例如，譬如你想做 physio 或者係放射治療嗰啲，或者係 clinical psychologist 呢一啲嘅範疇。如果呢啲咧的確專科咧，而你本身 bachelor 係冇讀過一個範疇嘅經驗咧，的確你需要係讀一個 master 去令到你有一個入場券去從事到嗰個行業嘅。而第三個原因咧，就係老實講想洗底，因為好多時候喺求職上咧，的確如果本身你喺香港咧，假設你係嚟自三大咧，會容易啲去有多啲嘅 interview 嘅機會。咁所以咧，如果譬如你有啲同學仔本身個 bachelor 唔喺三大度讀，而譬如你真係想叫做補一補個學歷嘅底咧，咁我覺得 master 如果你係想用嚟洗底咧，我覺得都係一個可取嘅做法嚟嘅。第四呢，就係人脈啦，人脈係講緊譬如有一啲嘅 master，例如譬如 MBA 啦、EMBA 嗰啲咧，其實係 for 多少少讀 business 嘅人去到佢 career 咁上下嘅時間咧，可以有一個渠道去識更加多人。而第5個原因咧，喺知識上咧，真係一個好強嘅追求。而你對某一個範疇嘅興趣咧，我覺得讀 master 都係冇問題嘅。我叫 Brian，我分享好多初級成年人喺成長嘅時候會遇到嘅唔同嘅問題，例如職場啦、讀書啦、投資啦等等嘅範疇。如果有興趣咧，就繼續 follow 啦，下集再見，拜。